是目前他们有向移民署提出依亲居留的申请，目前正由移民署主管机关在作业当中。那有关香港居民申请来台居留定居，那么主管机关都会依照香港、澳门居民进入台湾地区及居留定居许可办法相关规定予以审核。如果是依亲居留申请，我想相关的这个联审的单位应该会本于前者来进行必要的这个审核。不过您刚刚提到我们曾经也将许可办法第22条、第30条做了一些修正，就是它入境如果是曾经担任党政军在人流的这个审核方面，我们是采取联审会的他日前提出商务履约的需求，那我们也是依照这个精神来加以审视，然后同意他来台进行商务履约，那么为期3个月，表达我方尊重及支持国际社会称港的作为，也愿意跟国际社会携手力挺港人，相挺民主。那么就如同您说的我们也会来不断的精进我们人道救援机制，强化安全管理其中包括要强化辨识跟查核相关人士的背景，以避免遭到渗透而危及国家安全以及人道援助机制。台商在大陆投资的这些企业里面，那因为照大陆的规定，我们看到他们公司法还有一个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这些规定是有提到说，必须在企业里面要去设置一个所谓的党的组织，而且要为他们党组织的活动提供一些必要的条件。那当然这个这样的规定设立之后，其实不只是对于台商，对于其他国际其他外商也是有一些疑虑，因为这个的确是会涉及说干预我们企业的自主权，也破坏了公司的治理，伤害整个所谓的自由经济运作这样那这样的规定，我想我们是觉得并不妥，但是我们也有去了解，那目前是没有立即的一个危害，但是后续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会密切来关注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有可能是我们的国人在里面担任所谓成为中共共产党的党员这件事情。那依照我们两岸条例33条的规定，我们国人是不可以担任党政军的职务或者是他的成员，所以如果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员的话，这是与法律规定是不符的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是只要有查到相关的事证，我们一定会依法来做办理。那当然也看到这个问题，我们借这个机会呼吁我们的这个国人要注意这样的一个规定，小心不要触法。那另外刚刚讲到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看到王委员提了一个这个法案那这个法案我想它最主要就是担心说这个红色势力的这个渗透所以这样的法案其实我们是尊重立法院的提案。那未来因为这个法案它涉及到很多单位的一个权责，那到时候我想我们在立法院整个审查过程当中我们会配合立法院，然后跟相关单位来做研议，适时的提出一些说明。